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咱又搁要来讲罗西亚，即摆是美国甲罗西亚的会谈，但是并无乌克兰。美国讲免惊，这毋是真正的谈判。但是人讲川普是企业主，真咬软空芳，这毋是咧顾你交权的政治家。敢有影？今仔日四位专家好好来讨论。来，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正大國際事務學院副院長魏必國。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那麼第二位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研究員林正義，大家平安。那麼第三位正大羅西亞研究所教授洪美蘭。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淡江大學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鄭勤模。主持人、平仁兄，在座的三位學界的前輩，各位觀眾，大家好，大家那麼繼續，咱就來關心全球咧關心佇沙烏地咧談判，敢是談判美國甲羅西亞會談。那麼雖然烏克蘭甲歐洲國家攏無受到邀請。不過，美國甲羅西亞會談超過4點鐘，那麼通過了4項的共識，兩國的高層會來促成着戰爭趕緊收煞。不過，羅西亞針對着烏克蘭想要加入的北約，表示無法度讓步。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暗嘛批評拜登政府造成了戰爭惡化，批評烏克蘭甲歐洲過去3年。拢無促成甲羅西亞談判的機會。搭配伫沙烏地阿拉伯首府里亞德的美俄會談，是俄烏戰爭將近3年，美俄高層第一擺接觸。會談進行超過4點鐘，會後達成4項共識，包含美俄同期建立參詳機制，人民高層團隊用持久和延續，而且各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趕緊結束烏克蘭衝突。甲戰爭結束了後，美俄將對地緣政治等議題進行合作等。美國國務卿魯比歐強調，為結束戰爭，各方都愛讓步。In order to bring an end to any conflict, there has to be concessions made by all sides. 羅西亞是堅持喺北約擴張，烏克蘭加入北約甲北約部隊部署烏克蘭等3件事件頂懸，絕對袂讓步。也批評美國前拜登政府使人烏克蘭加入北約，就是戰爭爆發的問題之一。крупнейших ошибок Байдена и е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и что, будь Трамп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он бы такого не допустил. 羅西亞特別回應，烏克蘭有權加入歐盟，不過免加入北約，也強調若是有必要，總統普廷願意甲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見面。即馬喺土耳其訪問的澤倫斯基特別是表示，任何結束戰爭的談判，都應該達至烏克蘭甲歐洲，甚至是土耳其。澤倫斯基已經將原定訪問3個行程延後到3月。美國總統川普特別喺非洲批評前總統拜登喺俄烏戰爭當中做真濟錯誤的決定，也對烏克蘭甲歐洲國家一直有怨言、無受邀請談判表示不滿。佢認為因這3年來應該做的攏無做。Well, you've been there for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ended it 3 years. You should have never started it. You could have made a deal. 包含歐洲國家領袖甲國際專家攏認為，這場第3個的美俄談判一開始就傾向羅西亞，美方對俄國做出傷過濟讓步。普廷也透過這場會談測試美方的底線。法國總統馬克宏19會擱一擺針對烏克蘭戰爭開第2擺歐洲甲非歐洲國家會議，參詳對策。國際新聞警員強朋友。那麼觀眾朋友咱這1點鐘當中你唔通講啊，這個是老題目，但是拍了3年，這擺頭一擺呢，有通敢若有小可白白會當看，但是美國甲羅西亞因會談4個這個結論啊，會使講是共識。你甲看覓內面有2項甲3項，可能無講直接甲羅西亞甲這個烏克蘭有關係，不過。這內面真濟美角，我先透給大家聽。建立促商的這個機制，解決美國甲羅西亞雙邊關係當中的麻煩。這條你講無關係嘛？無關係；有關係嘛？有關係。
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诶，表示讲过去无正常啦，吼。重新来确立双方面外交使团的运作。第三，咱就爱任命高阶层的 high level 团队，来提供永续双方面会当接受的方式，赶紧来结束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冲突。哦，这个直接有关系。第四，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结束了后。就双边的地缘政治利益、历史性经济甲投资机会等等议题，在未来进行着合作。这爱内行的来甲咱解剖者，是安怎哦？后咧讲天，后咧讲地，后咧讲实际，后咧讲进程，后咧讲后手，这是什么意思？好，主持人好多你讲得真好吼。你看即届美国甲罗西亚因的这个。伫沙特阿拉伯这个谈判会谈哦，你看这个会谈的，还有4点共识，头先主持人讲的，迄4点内底，有1点是讲到罗西亚甲乌克兰这个战争吼，啊，其他的拢是讲美国甲俄罗斯、罗西亚这边的双边的关系啦吼，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看这个，我认为吼，这个会谈啦吼，是主要因是要解决因两个。双边的问题啦，讲半工啊，当然伊的刷落入去嘛会讲到乌克兰啦。但你看这个重点毋是惊拢讲乌克兰啦，吼，所以我看美国甲俄罗斯、罗西亚因要解决因两边双边的问题。你看第一点甲第二点吼，你看因进前因为2014年向克里米亚迄个危机吼，啊，所以因要美国开始制裁罗西亚嘛吼。所以因两双方的关系，啊，佮刷咧个通俄门的事件，所以美国甲罗西亚关系足歹，所以迄个甲双方的领事馆拢关起来，嘿，啊，刷咧甲迄个因的外交人员拢驱逐，吼，拢甲叫登去，互因登去因的国家，所以因双边的大使馆会去人就是降落来，所以真侪物件是常态性的运作，嘿，一个签证啊，吼，这物件是无办法。正常的运作啦，所以因正因讲的，你看第一点跟第二点，当然就是讲这啦，互因恢复因双方的外交使团的运作。吼，啊，所以讲到第三点，讲到这个乌克兰战争，吼要成立一个 high level 的吼，一个外交的这个团队来杀这个物件。啊，第四点就讲未来真的啊。战争解决以后，因讲未来要经济合作啦，其他方面的合作，所以你看起来重点其实有一个真重点是讲美国甲嘿，正下要怎改善，因为已经进前伫拜登迄个时阵，其实因关系做歹啊。迄你看拜登拢是直接讲，普丁就是一个刽子手，吼，啊是一个足残暴的暴君，吼，所以因关系是冰点呐。正也是开始为冰点开始口做嘛，叫冻结起来。啊，所以正为冰点开始要回温安尼啊。所以你看因的重点，其实这届的会谈的重点是有一个重点是讲因两个双方的关系要安怎改善。是啊，老师，安尼乌克兰看到这4个结论是应该欢喜讲哦，好加载，你无讲我袂甲我出卖，爱安尼欢喜吗？我感觉这嘛是无可能。爱讲侥幸哦，加载无甲我卖去。这个看起来，这个其实伊咧私下咧讲啥，咱个唔知啦。这是4点，就是讲话对外宣布是安尼啦。这有影咧。啊，4点半啊，真足长的时间，其实讲的有一寡代志，其实伊是咱无甲老口人讲啦。哎呦。好啊，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反好就是讲谈判无伊的，伊拢唔知，事先无甲讲要讲啥，啊，因讲的嘛无邀请去参加，好啊，所以其实对伊来讲，迄是伊足惊伊的。会去哦，像主持人讲的，是不是伊？叫袂去哦，嘿，你会去哦。真侪，我看真侪 Twitter 顶头拢咧写这吼，林老师，这真正有可能亲像人咧一直咧讲这个英国啊，迄阵时啦，二次世界大战进前啦，就对 Hitler 就是安尼啦，就是绥靖主义啦。你讲好啊，互恁啊，啊，阮家己英国阮好就好，吼。有人讲川普咧行这条路，啊，是毋是会甲这个乌克兰卖去？老师认为敢有这种可能呢？对乌克兰来讲，哈，对泽伦斯基来讲啊，伊计惊就惊吼，这种
股市啊，吼，明明是罗西亚来侵略，吼，啊，即马颠倒川普来讲即个乌克兰，吼，啊，伊过去应该有一部分的原因啦，吼，因为都要加入即个北约嘛，吼，所以咱会当看4点内底唔惊即个乌克兰战争尔，本来美国甲罗西亚，吼，所以对川普来讲，伊爱争取足侪较早的时间，吼，伊即个选举的中间内底有讲到嘛，吼，伊安尼讲选调，吼，啊，足短时间，足短时间，啊，但是伊即马知影讲，唔是这简单，吼。但是伊若是希望会当2月底啊，吼，今仔2月19，希望2月底伊会当甲即个普丁，吼，啊，以即个沙烏地阿拉伯来見面，吼，伊是認為講美國甲羅西亞嘅關係足重要，吼，啊，恁講美國甲羅西亞會當來講一寡較重要嘅代志，包括是核子武器嘅減少。啊，國防預算嘅減少，吼，啊，羅西亞伊即馬所拄到一寡問題，本來會當解決，吼，就是講，即個戰爭應該要緊來結束。即個戰爭結束是對羅西亞，還是對即個烏克蘭，對歐洲、對美國當然有好處，吼。但是對歐洲，比如講法國嘅總統，哦，馬克宏，哦，伊即個17、19，2月17、19，總統有2屆緊急的會議，伊就知影講即個川普，知影即個川普伊有家己的想法，啊，歐洲的國家袂當互美國完全吼來掌握，啊，歐洲本身愛有家己一寡的條件，吼，啊，所以即個烏克蘭計驚就是咱頭先講到，就是講即個談判，啊，烏克蘭被排除在外，吼，啊，但是我是認為講，即個烏克蘭戰爭要安怎結束，並唔是講大家足濟人坐落來嚟解決嘅問題。所以今麥就當然咱就預備性嘅一寡會議啊，吼，所以美國加羅西亞愛講個好勢，啊講個好勢嘅中間，本來會當來對即個歐洲嘅國家對烏克蘭會當來解說，還是互因知影有啥物款嘅談判嘅條件，所以。就是講，即個已經開始，啊，但是中間還有足濟困難。是，安老師，就頭先林老師甲魏會長所講嘅吼，安老師認為停戰敢有可能性？吼，啊和平莫講啦，吼，你停戰先 ceasefire， 敢有可能？那親像川普講。我1天就要停起來，那過去有一個廣告講，這個查甫7天啊安怎？敢有可能？因為我看這雙方面其實咱佫打真硬哦，老師。停戰是有可能的。哦。因為對羅西亞來講，伊嘛真正想要忝嘛，伊嘛愛停落來。即馬問題無愛停的是烏克蘭，因為咱有看到這個。即馬現行的結果就是對烏克蘭是足不利的，吼，因為伊無啥物條件來要求，佇個談判桌頂上，伊無啥物物件。伊即馬唯一一項，就是美國會當繼續支持，但是美國伊講無愛支持啊。其實，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佇個舊年，伊就知影講川普會起來，所以伊就一定有一個辦法啦。這個辦法嘛是即馬，伊是安那拄仔咱看到迄個會談內底，美國會講，甲迄個罪攏怪講，啊，你澤倫斯基無去用，因為進前美國的財政部長就一定甲烏克蘭提一個合約，叫伊互伊，因為川普即馬想要愛的是你烏克蘭的稀土天然資源，吼，啊，這甲伊川普即馬上重要的就是甲中國競爭，吼，啊，咱知影中國佇個世界內底，伊佇個稀土內底，伊即馬是有一個真好的優勢。啊，這個部分伊也真正咧競爭，美國就愛有新的來源，吼，伊較早有可能迄個。
所以我都有讲到，泽伦斯基伫个去年的去美国，伊就有看到川普可能会上台，所以伊就一定有提出一个叫做胜利计划。迄个胜利计划内底，就有讲内底伊家己提出来，内底讲，伊要甲天然资源以后要互，互会当支持乌克兰的人，做就会，就是伊讲要吸引外资入来开放来投资来用这，吼，乌克兰会当继续支持，然后复兴起来。但是这个部分就去互川普掠着啊，伊就讲哦，安尼真好，对我来讲我都有。所以伊即届派财政部长去，但是泽伦斯基无签这个约。所以我感觉这个部分泽伦斯基有淡薄啊。咱讲一个坦白的，就是伊甲乌克兰佮报了一点足危险的棋啦，这是一个足危险的棋。因为伊伫个政经的部分，一定伊进前就想讲，咱知影咱顶个咱有听到，伊本来头一个川普要逼伊来和谈的时阵，泽伦斯基有提出叫做领土交换，就去互罗西亚讲无可能。拍枪。是啊，咱要领土交换，因为迄个领土的所在，就是大部分拢是迄个稀土资源、天然资源。有啊，拢是东部迄个所在、好所在啊。所以进前的一直想讲，好我。伊想要去占罗斯亚的一寡土地，伊本来就有咧拍算啊。我摕到这个土地，伫个谈判岛来甲你讲交换，但是我感觉这是乌克兰去误判普京的。是安尼讲起来，就画大饼咯。这毋是，这已经伫人手头啊！啊，我讲我的稀土要卖你，要甲你开发。啊，意思就讲啊，你就爱找普京哦，是这个意思吗？毋是，我的意思是讲，伊即马就是，这就是乌克兰泽伦斯基伊种伊要安怎为，就伊家乌克兰也是有价值的啦，伊要互西方知影讲，互美国知影讲，乌克兰也是有价值的。是。所以即马其实川普嘛也搁咧评估，只要是我讲评估的意思啊，所以即马拄啊主持人讲会听真袂一定会。因为大家人拢无想要搁继续战争啊，但是即马会甲重点放伫个，我要安怎伫个即个俄罗斯甲乌克兰即个战争，互我家己的国家得到上大的利益。取得利益上大。对，美国即马就是咧评估，我会当逼你乌克兰摕迄个稀土来换我的资源。川普嘛讲。我嘛有可能会派军来保护这迄个稀土的迄个矿区。所以这内底有足多。这盘棋啊，真复杂嘞哦。无问题。哦，但是会先停起来哦。但陈老师，他说我问的就是安尼啊，这个稀土的这个地区拢是东部这四州内面的某一个所在。是。即马伫普京的手头。对。泽伦斯基意思就是讲，来，你找伊啊。你是毋是即种死导游无死兵，死导游无死兵多？是，这我看是泽伦斯基吼一个策略的运用啦吼。那其实这个战争吼，到即马为止吼，来展现着互咱世间人看到的吼。咱讲战争吼的原因足复杂，战争的代价足大。互咱即马来看和平的代价，和平的过程更加复杂吼。啊，咱拄仔讲到的稀土吼，这个部分呢吼。当然，像洪老师拄仔讲到，吼，伊个泽伦斯基的和平计划内底，吼，伊当然是希望爱甲美国扭入来，包括谈判，伊嘛爱甲美国扭入来。无乌克兰有啥物资源甲人谈判，哈，无就一定爱甲美国扭入来，吼。啊，对川普来讲呢，当然啦，吼，这款所谓战略上的这款稀有资源，吼，这稀土这个物件当然真重要，吼。但是其实美国要伫真济所在摕到嘛无困难啦，吼。那就一定爱这个遮麻烦的。但是根据吼美国的特使，吼，就是俄乌战争的特使，吼，凯洛格有讲到啦，吼，伊讲对川普来讲，吼，就包括进前美国吼无偿，吼，就是讲我无顾代价，吼，我甲你支持你的战争，吼，啊，我要来向我的人民交代，吼。川普真重视这个物件，吼，就是讲我一定爱替美国人争取到好处，吼，所以这部分吼，伊是讲只要咱有一个这个开发稀土的迄个
计划，吼，咱就会使共同合作。美国就有利益伫乌克兰，目前美国无利益伫乌克兰，吼，所以这是一个较重要。咱目前看到的，吼，就是说泽伦斯基，吼，泽伦斯基不止用甲即嘛，吼，伊即嘛真有一点仔郁准啦，吼，因为伊向目前吼，因为咱其实讲这个会议，吼，伫利雅得这个会议，吼，其实是一个有弊的会议尔啦，吼。重点就是讲，拄啊，魏教授讲到的，吼，就是讲建立这个沟通的管道安尼尔啦，嘿，对，吼啊，其实拢还未讲到实质的谈判，吼啊，但是呢，目前稀土的这个部分呢，吼无达成嘛，吼，拄啊，洪老师有讲，吼，美国的财政部长去乌克兰讲条件未下，吼啊，所以咱可能搁讲，吼。啊，即马目前乌克兰就是泽伦斯基甚至讲吼，嘛无排斥中国的即摆讲啊，吼。啊，我想啦，吼，泽伦斯基知影中国的立场非常清楚，3年来伊拢支持俄罗斯，为什么？讲互川普听，好，讲互川普听，我无你麻烦对，我中国是你即马上大敌人，就是讲为什么即个会议，包括即个利雅得即个会议，其实更较重要的典型的，就是讲。对川普来讲，伊是全球的战略内底，伊对抗的是中国。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挑战，好啊，所以俄乌战争、欧洲的安全、乌克兰的问题是一部分尔，好是一部分尔，好对美国的全球的布局来讲，这是一个小部分尔，好，川普更较重要的，其实伊即卖全球战略的重心伫印太。伫印太，先甲罗西亚扭伫边啊，无毋对，无毋对，所以伊即马中国孤单，对，所以这个部分呢，对我同意吼，洪老师拄啊讲的吼，停战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吼？即马俄罗斯经济吼各方面你看到的吼，利息的迄个比率啥吼，拢升到足悬的吼，啊，伊个像卢布吼，因的钱的贬值吼，这部分其实社会内底已经是。要安怎讲？差不多伫咧矛盾对立吼，一年的滚啊，来是，所以像经济学人甚至报道吼，讲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伫2025年有可能会崩溃，有可能会崩溃，哈。所以这部分呢，对普丁来讲吼，这是一个较严重要解决的代志。哦，伊即马川普拄啊好，做一个调人，吼，伫中间，吼，所以经济里的各方面吼，我想吼，其实。啥物拢会使讲啦，吼当然啦，即马是放话阶段，即马是你看，是啊，川普有话嘛讲甲种硬，普丁嘛打甲种硬，领土袂使讲，啥袂使讲，其实呢，到尾啊，我想拢会使讲，拢会使讲哦。但是吼，魏老师，咱来看吼，其实哦，他那讲罗西亚经济歹，我看乌克兰嘛是七个咧笑背的啊，是啊，吼65%的电力甲烧气吼供应拢无啊，拢去罗西亚拍了，系啊，吼6成的民众拢伫贫困线以下呢，伊这边来支持，拢爱靠外个外援啊，外援都靠欧洲啊，靠美国啊，所以老师他都讲，伊根本就无这条件，他好来讲要讲东讲西啊，伊是想要竞什么？你竞时间啊，你知道吗？你来看啦吼，所以你看即届为什么你看普丁啊吼，伊拢讲无要甲乌克兰讲啦，伊直接甲美国讲啊。伊知影即个战争其实后壁上大的支持的力量就是美国。所以你看即届伊拢要直接跳过乌克兰啦，伊认为乌克兰其实就是美国才是即个主导的力量啦。所以伊希望是川普去压泽伦斯基。泽连斯基接受普京以下的条件，所以其实他拄仔你讲无毋对啊，所以这局势其实乌克兰伊是无啥物，伊其实连伫战争啊目前的战场吼的形势来看，伊是较输面的呢，即较赢面的是你对啊，比占领土来讲，说咧即军事这边的迄个对比来讲，其实比迄个罗西亚是较赢面的啦。所以罗西亚真个，罗西亚较赢面，所以这个乌克兰是较，是较不利的啦。所以看起来这个谈判的条件是不利的。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其实伊是认为伊爱参与，
伊要游上路来，同学都讲陈教授讲，伊纯粹有学校就讲，连中国伊嘛想要甲邀请落来做谈判的一方。上重要对乌克兰讲是欧洲的力量啦，法国啦、德国啦、英国啦，即国家爱听伊啊，伊在即个谈判的过程哦，伊的利益才袂损失去。但是欧洲，咱就知影有当是拔喙水，是真正会当提供伊啥物物件？即看起来吼，你看即届战争，下礼拜伊就是满3年啦，2022年的2月24。是，所以下礼拜伊就满3年啊。即个战争其实第一个，我讲影响哦，第一个影响是，即个战略以后，互NATO、北大西洋公约还北约的即个规个挖起来。无正经其实伊是认为欧洲是袂过战争啊，二战以后是天下太平，所以因对这北约的尤其是苏联放弃以后，因认为无敌人啊，嘿，所以NATO其实因拢，所以你看，法国总统讲，迄是安乐死的状态，啊，结果伊修正以后，互因规个 NATO 全部挖起来，吼，所以我就一个第一个影响，第二个影响是整个全部起来，全部伊叫欧洲爱家己爱。主力吼，啊，家己的迄个军事的预算爱提悬，吼，爱搁开较侪钱开伫恁的国防顶中，所以这第二个影响是欧洲的军事工业，啊个军事国防的这个预算拢提悬，这是第二个影响。所以你若顾第二点来看，我感觉欧洲因的更加重视，就是。伊那去积极来支持，对 ，OK 啦。啊，这嘛是川普的迄个暗示，嘿，伊的这个目的就是讲，伊要安尼互这个乌克兰、互欧洲参与更加侪，不管是后摆的维持和平的维和部队，伊嘛希望欧洲恁在家己处理，嘿，哎，因无要派兵啦，美国无要派美军去啦，啊，拢啊恁欧洲恁家己维和部队这人，互恁家己来负责。吼啊！恁个预算爱提悬，安尼伊目的是啥？伊要甲伊投入即个战场的美军的即资源，要抽转啊，囥囥去哪？囥喺下多陈教授讲的，对吧？印台啊，啊印台伊其实中国对，啊川普其实啥？伊的后摆即个局，罗西亚已经毋是伊的对手啊，真正上大的对手就是中国，啊所以伊爱甲资源爱为欧洲即个战场爱摕来囥来印台，印台当然你看迄个。就是中国啊！这吼其实一般的观众朋友可能无法度通好以你的常识的判断，还是生活当中，你其实真好判断哦。什么印太啊，无咧战争是安怎咧布军吼啊部署啊这兵安尼啊要对抗着中国，啊是有影无影？我要请林老师甲咱讲看卖吼，在战略上。美国在全球性其实拢有驻军啦，吼，但是伊即马要抽起来，要来抗伫中国，到时阵伊要部署伫倒位？有是这太平洋的边啊，这岛链呐，吼，啊台湾伫中啊，啊伊要安怎来用？啊对中国的关系，老师你认为伊即盘棋，哇，你看起来明的看起来咧行这个乌克兰甲罗西亚，暗的你是咧行。甲中国讲来，咱来个，咱卖甲伊做朋友，林老师。伊过去这3冬啊，吼，尤其是第一冬，吼，美国内底有足侪辩论啦，就是讲美国的资源哪来哪少，吼，比如讲你也就讲有100块，你袂当讲50块，还是80块，都囥伊即个乌克兰，啊，伊即个台湾啊。日本啊，吼，还是这个印太地区，吼，甲20%，还是40%，因是认为讲，对美国来讲，长期上大的威胁是中国，吼，啊，所以就是讲，这个资源无够，啊，应该爱有一个好吼，的调整。啊，恁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会当结束，这个对美国来讲是足大意。会当将这100块内底较侪钱来抗伊所需要的所在，吼，唔惊即个以这中国的四周围啊，吼，啊，各有足侪啊，吼，各有足侪其他的地区，吼，啊，但是咱阮爱知影，就讲即个乌克兰的战争对
川普来讲，这个是伊选战内底、选情内底，伊有做过这个，有做过这个承诺哦，所以安那来结束，而且这个上紧的时间会当来停战，哦，这停战就是讲，会再讲有足这种的方式啊，吼，就是讲一边来宣布，吼，另外一边可能有那被动来接受啊，吼，咱讲两边拢共一个时间来宣布，这个是足困难，吼，所以美国甲罗西亚，咱有法度来讲好势，咱讲这个川普甲这个普丁，因有法度。唔惊，伊这2月底还是3月初会当以这个沙烏地来見面。川普有講過，講差不多有3個階段吼。第一個階段就是講，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過來就是以這個華盛頓，美國的首都，過來就是莫斯科。吼，按講有法度會當來爭取到這個普丁，伊有這個意願來宣布這個停戰，這個戰場啊，吼。來暫停啦，吼，莫去用這無人機來攻擊這個烏克蘭，吼，這個是一種這個開始啊，吼，這種開始並唔是講有法度會當到落尾，吼，到落尾會當來有這個和平協議，這真正是足困難，吼，但是這個歐洲的國家來講，吼，因為那是希望這個烏克蘭的戰爭會當來結束，先停了，吼，這個歐洲的國家。伊個家己有較濟的資源，用於即個烏克蘭戰後啊，吼戰後唔驚即個重建，還是即戰後即個和平維持的部隊啊，吼，即個當時有需要即個歐洲的國家來採取較濟的行動啊，吼。但有嘅講法是講吼，哦，雙方面啊戰爭結束吼，哇，即全世界通好好來。復興嘛，復興就表示講愛建設嘛，就有錢通好賺啦。迄錢水才會活啦。歐洲會復興起來，美國嘛有錢通好介入，尤其甲羅西亞關係若好了，哇，啥物代志都會當。個頭拄鄭老師佫講迄稀土，敢有遮美好啊，老師？當然戰爭結束啊，我是認為講是上惡一個結果啊，吼，這戰爭按講繼續拖落去吼。那就川普做講的，實在是無啥物意思哦。就是講你領土無法度20%，烏克蘭的領土無法度下來，這個普丁無法度來放出來，來贏掉全面嘛。對啊，所以就是講到就講戰爭的結束是對每一個國家都有好處哦。對美國來講。伊真正會當好好將這個其他的資源好好來運用。但是我要請教洪老師吼，對烏克蘭的大部分的人來講，我迄塊肉你甲我加去，我即馬愛承認這個現實，愛隨咧坐落來甲你會談，而且我會失去的領土，我無一定會再摕回來，我孰可忍啊，孰不可忍嘛？袂安尼想嗎？還是講無喏？因為大家攏拍甲稀咧咧啊。好啦，會當停落來準算。即馬烏克蘭內部是安怎想啊？烏克蘭的人民來講，對因來講，因嘛希望會當停落來，但是因愛拄到一個安全的保障，吼。因為伊若無拄到安全的保障，這個安全的保障嘛是。澤倫斯基伊即馬咧運用的一個策略，因為伊感覺講，伊甲歐洲講，準講烏克蘭也安尼，就去互川普用這個方式就停落來。俄羅斯有真有可能會繼續個一屆來簽盟大吼，嘛有可能會個繼續，因為這屆勝利，因會個繼續往。歐洲去，所以我烏克蘭的安全是甲恁歐洲的安全是合作伙，吼。所以這嘛是為蝦米？即馬歐洲的法國啊，遮因會足緊張的吼，要緊開這緊急的會議，吼。原因就是佇遮，這是歐洲伊擔心的所在。所以拄啊，主持人問到講，那烏克蘭的人民呢，伊嘛知影即馬情勢對因真不利。
所以我拄仔讲，因嘛会答应停，但是恁爱互阮一个保障，我国家的安全，欧洲担心的嘛是我的安全的，我要安怎保障？你美国安尼意思讲啊，拢恁的代志，恁家己去管。但是咱知影嘛，即马欧洲上重要的，伊家己无家己的部队，吼，伊主要拢是靠北约，吼，北约。所以你即马要讲，要叫因家己用，这是无啥无短时间无可能的，无可能的，吼。所以这为虾米拄仔我有讲着讲是安那，泽伦斯基甲迄个天然资源，伊家己迄个稀土即个资源摕出来咧讲的时阵，美国川普会讲好，准讲你也愿意答应，我愿意派美军你嘛甲你保护。伊要保护的毋是乌克兰的安全，是保护的系统，无毋对。但是啊，安尼来讲，美军就会你嘛甲乌克兰。啊，这呢，即马就是罗西亚的普廷无可能接受，这就为什么因爱先私下来撬的所在。所以这个安全的方面，准讲因即马咧撬，我感觉即届会议内底为什么重点的是伫个美国甲俄罗斯、罗西亚因家己先撬，因为我拄仔讲的即个关键，你也无甲美国甲罗西亚伫个即安全方面也无先撬好，乌克兰甲欧洲无可能去接受恁私底下用的即个，所以因爱有一个提出来讲，恁的安全有当得到保障啊，所以这才有可能互乌克兰的人民放弃。讲哦，安尼阮有保障，阮咪去继续拍。所以老师，你的回答内面意思就是讲，这领土无领土的代志，已经是基础的基础。对，这毋是重点嘛，即马重点是欧洲甲乌克兰人担心的是我的安全，因为我毋知影罗西亚会过来一届袂。哦，但是若是要互罗西亚松嘴讲，好啦，我已经拍恁拍到有够啊啦，袂啊啦，以后拢袂啊。罗西亚敢有可能做这种承诺？基本上无可能啦，一般一个国家因为伊爱对伊的人民交代，因为伫俄罗斯内底有足侪较强硬派，咱讲大斯拉夫主义啦，就是认为讲罗西亚的人爱主导规个即个地区啦，当然真侪学者甲罗西亚的战略叫做恢复前苏联。迄阵啊，冷战的时代，苏联是甲美国会使对抗的，咱讲两个超级强国即个部分迄是因较公营的部分。所以目前就是讲，普丁要安怎有楼梯有一个架靠会当互伊放落来其实咱拄仔讲到洪老师讲到乌克兰人其实乌克兰人因即马因为3年来你想看觅伫个战争内底生活不时爱美防共和警报40万人40万的受当伤呢。无电就主持人讲的，偌侪家庭受害，迄毋是家一个，迄毋是敢若阿兵哥受害尔，家庭迄是规个家庭的代志所以。伫个乌克兰即马的民调内底，支持讲有条件去和谈，就是讲妥协，的声音愈来愈悬，咱若搁分析乌克兰的领土，其实伊的东部本来就较亲俄罗斯啦，伊嘛是拢罗西亚的人的后代嘛，的后代甚至呢，为2014年开始遐有咱讲。东部迄个尤其是顿巴斯地区迄两个州卢甘斯克甲顿内斯克遐本来一直都甲乌克兰的政府军队咧内战已经其实已经战8年啦所以有个人咧讨论讲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应该是为2014年开始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其实这个咱讲到这个议题它伊牵涉真闊啦，若要講到到尾啊上細節的部分咱拄仔咧講講其實包括歐洲啦，歐洲即馬為什麼歐洲無參加即屆的佇利雅得的和談我想對川普來講歐洲要達到共識足困難的啦，這就是拄仔魏教授講的
迄个北约吼，差不多已经有一点啊吼，差不多要崩盘啦吼。伊进前尤其和平时代嘛吼。啊，对川普来讲吼，其实理论上来讲吼，北约是一个集体防御的组织吼。冷战结束吼，伊应该就爱解散吼。结果川普美国呢负担甲差不多将近70%的军费吼。啊，军费了呢，北约呢，才盟邦吼。即照道理是爱支持美国嘛吼，我维持你的安全对无吼？啊，但是伫咧足侪国际议题吼，即欧洲的无支持啊吼，包括之前川普讲要经营迄个加沙地区吼，伫中东的吼中东的政策内底吼，欧洲不但无支持美国，佫甲谴责。啊，包括去年迄个巴勒斯坦要正式加入联合国这个代志啊，美国当然甲以色列是拒绝的嘛。欧洲同意啊，伊在美国在问我，对美国来讲，对川普来讲，我出钱甲你保护啊，结果你拢背骨嘞啊，而且对主持人都要讲到就是讲17号马克宏有召集一个紧急就是。足侪国的领导人的紧急会议啦，紧急的会议吼，敢有共识？无共识啊，无共识啊，什么英国讲要派兵嘛，德国讲袂使，即马讲这伤早啊，另外甲19号欧洲就是安尼吼，10岁9卡生，10岁9卡生这就是真歹讨厌迄个部分，对，而且欧洲即马佫坚持爱迄个啥。爱甲迄只国际法院爱甲普京抓起来，爱惩罚迄个侵略者这部分变做你若迄个姿势打这硬你就免讲所以对川普来讲，其实咱要一直讲就是讲，即马只是一个拄啊开始尔你大家无坐落来大家搁伫遐呛赌搁伫遐大声，安尼要安怎讲？就永远免讲啊嘛川普敢若4年尔，伊是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伊4年啊，伊爱部署即个咱拄仔讲到的全球的战略，伊爱甲较侪的资源拄仔主持人佫有讲到讲，为什么美国伫个印太驻军遮侪因为对美国来讲，对中国因为布置军队一只是防止中国采取什么行动，无若发生战争就袂赴啊，就是讲提高战争的代价，互你无法度负担。咱讲较白话就是讲，你要拍台湾嘛会使，但是你的长期卡、长期手你买无？来，这是变做安尼啊，对美国来讲呢，防止战争，但是我伫个金融，我伫个经济，我伫个联合我的这朋友，我甲你对抗，这部分尤其是经济，贸易这部分呢，美国是占优势，是占赢面的，这就是目前川普呢伊的全球的部署这个重点就是讲，乌克兰这个战争要先停止，欧洲的这朋友，北约这伊未去，我想伊未退出啦，嘛未去解散，但是呢，伊这朋友，恁后摆爱配合美国的行动，恁爱去负担，就是讲北约的秘书长嘛同意讲，今年6月，北约的迄个高峰会，伫个已经要讨论讲，咱大家爱提高咱的军事的预算，大家添油钱爱较济啦，对，大家爱出钱嘛。你自古以来就无一个国家讲，你拢免出钱保护家己的国家的，就干那二战了，干那拢靠美国来保护嘛。这无公平嘛？这对川普来讲，伊一定袂法度接受的嘛。但是欧洲人真侪人普遍拢讲。恁美国人是全球主义，是帝国主义，踮咧遮文化侵略，甲我亲门大户，而且佫趁足侪钱，对即个二次世界大战的马绍的计划当中，恁出了遮侪利益，已经 enough is enough。但是我要来请教着魏老师因为这他昨电老师有讲到一个平衡点，就是讲我卖插你。你甲我讲我是高息，我是绥靖主义，但是我若插你，你讲我是帝国主义，欧洲人哪会遮麻烦遮歹巧安尼？还是讲无呢？是欧洲人啊，嘛是咧算即个跷跷板。我讲每一个国家拢是国家利益啦，欧洲嘛是啦，所以因即这个因无反对谈判，而且你看欧洲的足侪民意调查的结果，因。袂少，尤其是西欧，
西欧的一寡国家的民意调查是要支持谈判和谈，这个战争已经结束的。啊，所以因这个民主国家其实有压力，就是因这选民对，嘿，啊，要有诶像德国下礼拜要选举啊，对啊，啊，所以其实伊当然袂当派兵哦，所以伊嘛有这个压力，就紧甲这个战争，无对因来讲，其实因上对因上迄个话有影响的，就是因逐个月拿迄个电火钱啊，个加速钱拢起价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若战争已经结束，英国的经济是歹个歹啊。是啊，啊，个通货膨胀、通膨这真悬啊，所以你对来讲，因是确实有影响的。所以当然希望嘛是这个战争会当紧来结束，但是因爱就讲这个结束，因爱参与这个谈判，参与这个和谈，就是欧洲的利益袂当互美国甲罗西亚两个公共会同准算，哎，因嘛要参与这个过程。但是听起来欧洲是敢若较重视着价值的。对啦，是无毋对，当然伊听起来啦。所以因在要因在你讲的，所以伊正你讲这个。因讲这为什么因还多陈教授讲嘛？讲唔是惊安尼，因认为普京是一个侵略者，伊要付出一个代价。因认为讲这个谈判唔是安尼像交易安尼讲了啦。应该有一个就是讲公正啦吼。啊，无你安尼会变做你过失，嘿，无对这个侵略者拢无任何。你看咱怎样讲的这个条件，罗西亚付出啥话，拢无呢？无呢？对啊，你连特朗普是去。讲泽伦斯基唔对呢，伊无去讲普京的唔对，但这个修正是上引起的是发动你这是普京的，无啦，人我是特别行动哦，我唔是讲亲民党哦。啊，但是你看联合国，咱整个联合国大会通过谴责，就是伊就是侵略者嘛。啊，为什么？你看嘛，因为伊就是侵略者，所以你看欧洲为什么因的武器，因的去援助乌克兰，就是联合国大会通过迄个决议。决议以后啊，所以因在名正言顺。啊，无其实若按照国际法的战争法，因修正双方你是第三者是袂当交插嘛？你交插，罗西亚会回断落，甲你断落。对嘛？拍参的嘛？啊，但是毋是嘛？就是因为伊是某种程度有正当性。对啦。啊，但是你看整个结果是，无人去谴责侵略者。啊，侵略者整个刷了一阵的就是。伊就无要领土拢无要现啊！安尼是只是对一个后来未来吼，国际社会吼，一个真无好诶，对啊！啊，今安尼，阿强也嘛当安尼做诶。哎呦，对不对？我找一个理由，我先过，我甲即静起来，土地甲占起来以后呢，我就办一个公民投票。啊，你知影公民投票？罗西亚嘛，你伊嘛有办啊，你克里米亚有办啊，你乌东伊嘛有办这全民公投啊，啊办了迄拢操纵的啊，啊操纵结果拢是讲要支持，甚至要甲罗西亚合作会啊，啊所以后摆的侵略者拢会当用这个方法，我利用迄个讲拳头送较大机送，吼站起来。就是伊个啊，无采我讲到安尼，敢若要收煞，但是你敢若卡着这，啊，佫卡着咱台湾，林老师这边安怎想哈？咱就已经拍破讲哦，足好，恁听啊。但是像头魏老师讲的嘛有道理呢。就侵略者呢，都无甲你谴责，啊，就随着安尼停落来，就现实的将那个讲，叫做将就啦，这个现实，安尼敢可以？要对这个普丁个继续制裁啊，哈，这个是美国伊有是认为讲吼，伊来侵略这个乌克兰，吼，啊，所有的这个制裁爱个保持，吼，啊，但是伊有一个阶段啦，吼，有一个阶段就是讲，到一个什么款的程度，啊，会当来毋就敢若 PTT 来解读啊，吼，啊，美国甲罗西亚是两国的关系。所以美国对罗西亚甲这个乌克兰较无关系的部分啦，吼，咱头先看到就讲，这个大使馆的人员渐渐来变成一个正常啊，吼，啊，而且个对美国因为一寡人质嘛，吼，啊，这个普丁释放，啊，所以美国原来是对这个普丁。以这虚拟货币的这个金钥匙啊，我有解读啊，哈，所以
美国甲俄罗斯啊是一个关系，啊，另外就是讲这个乌克兰战争，啊，这个普丁受到经济制裁，这是另外一部分啦吼。就是讲对台湾来讲啊，吼，虽然讲是足济国家，吼，拢是认为讲安尼是毋是互这个习近平，就咱要讲无啥物受到啥物款的这个制裁啊，侵略啊，对台湾安尼。甚至当来一个启示啊，吼！但是我就认为讲，这个是对中国来讲啊，中国应该是足清楚，吼，伊有足济的工具啊，会当来对付台湾，吼，无需要直接来攻击台湾，阮也有法度，互台湾做歹过啊，吼，有足济款的方式啊，吼，包括以前咱台湾本身有一部分的人，吼。阮也是较倾向，甲即中国爱好好来保持即个关系而且有足济人，阮也是较批评咱即个政府所做的一寡的政策，对即个国防预算阮也是较无共款，较无支持的意见，所以就是讲对乌克兰对台湾来讲，无共款，有一个共款的所在，就是讲。完全都爱靠家己，吼！你也是讲，你靠家己，也是讲无80%靠家己，你甲20%靠家己，你这80%靠别人的部分，随时别个国家都有法度下掉，吼！所以这个泽伦斯基的即马所拄着的这种的困境啦，吼！我看是介重要，就是讲乌克兰爱加入这个欧洲联盟，吼！恁讲这个。有法度安尼做，虽然讲无法度来加入这个北约，但是加入这个欧洲联盟，这一部分来讲，阮也是对这个上无经济性的。但是这欧盟啊，吼，虽然讲是甲经济有关系，但是伊的会员国，有一部分会当来以这个军事啊来协助这个乌克兰，吼，而且对这个泽伦斯基这个条件来讲，爱选股，吼。你最爱选啊？这个川普一定讲啊，讲你支持你甲4%，吼，你这个无法度来选股。咱知这个副总统 Vance 以及慕尼黑，伊的演讲内底，当日来批评欧洲的价值，这个价值啊，马上就歹听。真正是没要做歹听，你讲欧洲的国家对这个民主的条件无够有信心，吼，对足济国家，因为举足济例啊，吼，就是讲吼，咱就无互这个言论自由，你就限制，吼，还是讲你选举你消息安尼，对啊，所以就是讲，头前我就讲着，就讲这个欧洲甲美国拄着足大的困难，现在安尼讲就是讲，可能是。1956年，这个埃及这苏伊士运河内底，到今嘛为止，上大的困难。美国甲欧洲无法度以这个同款的代志内底，吼，来有这个同款的。看起来这大家各行各的路哦。哦，安老师，小尾吼，3分钟请两位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哦。我也是爱集中，就是讲欧洲看起来这个要行的路，甲这个美国就是无共款。他田老师也讲。敢有可以通我加入到欧盟吗？安老师，乌克兰要加入欧盟是较有可能的啦，但是主要即马欧盟也无法度接受乌克兰，是因为伊的经济伤歹。那欧盟要加入来，你的国家的经济嘛要有一个程度。哦。无你加入来，你经济较歹，我加入来，我欧元啊，还有我的规个经济，对，甲你连做伙，这是有影响的。嘿，这个活动是有影响的。但是欧盟一定有表示讲，乌克兰会使是将未来嘛是有可能会使讲到安尼义薄云天，飞天遁地，结果你拢连欧盟都嫌我，甲恁拖累着。这是实际的问题啦，经济是足实际的问题。这欧洲国家，来田老师，我上尾我讲一个上重点吼，因为对于普京来讲吼。伊对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吼，伊终极的目标就是讲，为什么伊一直坚持乌克兰袂使加入北约，吼，迄是因为吼乌克兰需要并做
俄罗斯罗西亚的保护国，就是讲乌克兰伫个伊的国家安全的选择顶头，袂使选择西方，因为伊若选择北约，俄罗斯罗西亚就无法度对乌克兰进行控制，所以这部分，但是加入欧盟，这剩经济，这部分你加入欧盟，我要甲你侵略，我嘛甲你侵略啦，所以这个部分包括伫1990年代，苏联迄阵解体了，俄罗斯甲西方咧谈判北约，就是往东扩啦，加入什么波兰啦、匈牙利遮的，迄阵俄罗斯嘛希望讲咱交叉保护，就是讲希望互相持股啦，对，我用我的军事保护，就是讲包括加入我。